介紹一下就今晚嘅兩位監場嘉賓，佢哋分別有彭曉明 SBS 太平紳士，同埋獎券基金受惠機構之一嘅代表，香港大學秀圃老年研究中心總監劉偉群教授。歡迎晒兩位，一齊了解下受惠機構。香港大學秀圃老年研究中心喺1999年成立嘅，係大中華及亞太地區領先嘅老年學研究中心，致力推動跨學科嘅研究，涵括親屬照顧者、長期照顧、居家安老、樂齡科技等範疇，致力提升長者同埋照顧者嘅生活質素，亦都積極同政府、非政府組織同埋社區伙伴合作，推動社會政策和實踐嘅創新改變，致力為老年人創造有意義嘅晚年生活，成為促進健康老化同社會共融嘅重要力量。詳情可以瀏覽該中心嘅網頁或者係致電28315210查詢。好啦，今期六合彩即將會舉行啦！大家電視機熒光幕嗰度都會見到一部六合彩攪珠機，1至49號嘅彩色號碼球已經由下至上、左至右順序排列好，即刻可以開始第71期嘅六合彩現場攪珠。今晚第一個搞出嚟嘅號碼係34號 ，First draw number is 34。第二個搞出嚟嘅號碼係46號 ，The second draw number is 46。第三個搞出嚟嘅號碼係17號 ，The third draw number is 17。第四個搞出嚟嘅號碼係5號 ，The fourth draw number is 5。第五個搞出嚟嘅號碼係31號 ，The fifth draw number is 31。第六個搞出嚟嘅號碼係26號 ，The sixth draw number is 26。最後一個搞出嚟嘅特別號碼係43號 ，and the extra number is 43。好啦，今期六合彩已經順利搞出，等我同大家重複一次，分別係有5號、17號、26號、31號、34號、46號，而特別號碼係43號㗎。如果大家想查詢今期六合彩結果，又或者頭2、3獎嘅派彩獎金，歡迎你致電1835288，又或者可以瀏覽馬會六合彩網頁㗎。咁節目時間到呢度就差唔多啦，我哋再一次唔該晒今晚嘅兩位監場嘉賓，佢哋包括係有彭曉明 SBS 太平紳士以及劉偉群教授，多謝晒兩位。喺度提大家啦，喺節目完咗之後嘅大約15分鐘，咁大家就已經可以開始購買下一期嘅六合彩彩票，預祝大家好運，我哋下期再見啦，拜拜。